一个收50块，一顿收50块，两顿收100块。那爱去在一个都加收50块，甲你讲起来，一抓收25块，两抓收50块，这是因为咱讲，因为咱即嘛是为着要互咱即个日照日照会当永续经营，要照顾咱即个老菩萨。因为我想讲，一定老菩萨是咱爱上的根，咱爱上的根本，饮水的思源，食果子的拜手法。因为因老啊，有阵时讲得伊一个，因为为了个煮饭嘛做几难，因此平日咱创办的一个家，因为即个下到时啊来，菜拢是买菜，买好的菜，大家老菩萨只要做去，甚至都有老师来咧甲伊刷，甚至恁嫌伊嘛无要紧，你要去卡拉 OK 嘛无要紧，你要怎做游戏嘛无要紧，即摆老菩萨讲讲，不见。我人拜6礼拜，我爽怎么行对去？所以你只惊习惯，人拜6礼拜爽怎么行对去啊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咱上个重要是老来这段，老来上惊就是惊孤独，惊就惊无聊，离思想回想。上我来这段人惊会着路，你会变错。后壁这段路人惊袂着路，含人一世个去咧攀岩，为老人讲，就咧含游览。就和人佚佗，安安啦。老人啊，去到合社的人去到，我问一个，有啷些司机啦，有啷些小姐去甲我出的。小姐，我真正错咯。我若无错咯，这老人唔爱听。我若无错咯，这老人唔爱听啦。有安无影我唔知啦。我这做人顶头我就唔敢听这个话，你甲讲吼。老人上爱听这个，老人去迄款的场所内底当中啊，你向理念，老人若真正无修叫做哪？叫做老不修。你一世人修到老人，咱都不修。啊那呢？你前世人经过10年、20年、30年岁月拢了，因为我，因为今日老人无当去说，人若少咧游览，来当游览。但是迄叫做哪污染心灵，我毋是叫你唔去游览啦，毋是叫你唔去游览，是惊较少害出。后面咱道歉，但要做找啥好代志，因为我相信大家讲个无好听的话啦。但是社会人并无管你这物件，因为为着咱未来后边这段话，后边这段路，最后的真理条，最后的理财，咱一定要坚持咱的原则。我希望讲，咱这老菩萨，恁来负担，咱道了会甲恁照顾较诚好势，互恁后半这一路会当行好。因为恁过去离政府咧拍咧的时阵，离政府咧出地的时阵，恁无来放弃一贯道，今日当一贯道，恁无放弃一贯道，今日当一贯道，一贯道道亲应该就安来照，但是恁要还照。你要行入来，这是要看你。所以我希望讲大家有这个思想，毋是甲你趁钱，入来无趁钱，出面无趁钱，是因为义务甲你照顾。所以大家爱了解咱到底要做啥代志，因为咱八单位是咱爱上先开办进的单位来开这个。所以大家知道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大众请起立。感谢目前的慈悲全道机构、坤道机构一起举办中华民国107年7月份起会班圆满闭班，向后接到母行3公里前到1机构，在机构。机构，感谢天然慈悲机构，感谢真点是慈悲机构，坤道义机构，在机构，3机构，感谢目前的慈悲机构，感谢真点是慈悲机构，宋江，来宋江。
一起持家。向既然模型三级公里，到一级公，再级公，三级公，持家前人级公，送嫁不前人级公，送嫁田师级公，坤到一级公，再级公，三级公，送持家前人级公，送嫁不前人级公。送嫁田师级公，来各一前老开。